今天的单词是窗，音标是这个，汉字是这3个。窗，它首先是指一种武器。件事係咁嘅，前嗰排有班學生嚟警署參觀，參觀完之後就發覺唔見咗支槍。失槍嘅事件經常都有發生啊 ，Sir。但係嗰支係我嘅槍，我真係戥你心碎。你知就好啦。嗰支槍跟咗我30幾年，一槍都未開過，只係有時我嚟拗痕嘅啫。第二個呢是指窗戶、窗口。好大雨，等我閂窗先好。既然你咁需要，你去9號窗問嗰個肥妹攞啦。我諗全銀行得佢個有咋。第三個呢就是用作人名。嗱，所以阿強同阿昌佢哋嘅死咧，完全係一啲力量影響到佢哋嘅腦電波，而見到一啲恐怖嘅幻象。